宴会厅里有120位宾客，全是他的商业伙伴和我的朋友。顾言站在主舞台中央，举着香槟杯，他在找人，找宋瑶。我拖着婚纱走进大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放下筷子。顾言看到我，笑容僵了半秒，他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先回去。”回去？回哪儿？别闹！今天对顾家很重要。他攥住我的手腕，力道不小。我低头看着他的手，这只手3天前还捧着玫瑰花跪在我面前。顾言，宋瑶的红鞋好看吗？他瞳孔缩了一下。够了，这个反应就够了。还你。我把钻戒塞进他掌心。全场安静了。他身后的投影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着我们的婚纱照。照片里的我笑得像个傻子。我不傻，我只是信错了人，